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17，旧历的6月15，礼拜三。轻度风台丹纳斯慢慢接近台湾，气象局已经来发布着风台警报。第一波警戒的范围包括台东、兰屿、绿岛、恒春半岛甲屏东，拢要严加戒备风强风豪雨。气象局讲，这个丹纳斯在行的路草有偏较东平，所以测过台湾的几率上悬。但是也是无排除，这个风台中心有机会来登陆台湾。明仔载后日是风台上接近台湾的时阵，东南部、东部甲南部拢会出现豪雨等级的雨势。啊，讲这个丹纳斯昨暝接近吕宋岛的陆地了后，结果怎散去？出现两个风台中心，啊，伫中心作下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阁发展出另外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是毋是有可能会出现双台两个风台呢？气象局讲爱阁评估，啊，这个风台若是形成，将会是第6号的风台百合。咱就请气象主播方叶涵甲咱讲最新的气象报告。我们持续要来关心侵入台风丹纳斯它的最新动态。气象局在刚刚11点半已经正式发布了陆上警报，这是最新的警报预测图。目前海警的范围包含像是巴士海峡以及台湾海峡的南部，还有东南部的海面。那么现在陆上的警报范围包含的像是屏东地区、台东地区以及绿岛、兰屿，住在这边观众朋友务必做好防台工作。而接下来要特别提醒您，台湾有没有可能面临双台夹击的情况？我们从最新的云图上面，您可以看到，由于在昨天丹纳斯台风经过菲律宾吕宋岛的时候，结构受到破坏，它的低层云系还留在吕宋岛上空，但是它的高云系已经飘到了东南部的海面。目前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很有可能成为第6号台风百合，我们持续的为您关注。而目前丹纳斯台风它有持续东偏的情况，明后天这个雨又会怎么下？我们4天预测整理给你看。您可以看到是由于今天还是受到高温沉降作用的影响，整个西半部都是没有雨的状况。但是从今天晚上开始，华东地区就会出现间歇性的阵雨。到了明天，随着台风的中心点逐渐靠近，不论是不是擦边球或者是靠着中心而过，都要注意。华东地区会有局部大雨，甚至是豪雨的情况。那么要注意的是，甚至大雨会下在南部的山区。随着台风在逐渐北上，引进西南风，由于台风是逆时针的关系，带进了更多西南风，所以要注意的是中南部的山区。南部的观众朋友在星期五雨势会最为明显，要注意有豪雨甚至是大雨的情况。那么要注意的是，中部地区的山区在星期五也会出现明显的雨势。随着台风东偏，北部地区的观众朋友也要注意戒备。而星期六呢，雨势才会逐渐趋缓，所以星期4、星期5就是关键。从今天开始，雨势又怎么样呢？我们整理给你看。好，您可以看到，从今天晚上开始呢，雨势才会逐渐明显，白天都还是会是晴朗高温的情况。而到了今天晚上开始，最先下雨的就是宜兰地区会出现间歇性的阵雨。接下来有几个台风重点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，从今天11点半开始已经发布了陆上警报。今天晚上开始，东部出现间歇性的阵雨，而星期4、星期5就是要高度戒备的时刻。从今天开始到晚上，由于适逢大潮的关系，接下来几天低洼地区要慎防淹水，务必做好防台工作。以上是最新的台风动态。